最不应辜负，并非风月，而是待付的长远。初见，或许好久不见，一点灵犀惊动尘缘。再见，为何心生怀念？发生在为你落泪之间。两全美景待我言，深水同你看，姹紫嫣红开有限。戏本戏头过经验，淘尽酒自言，再续经缘。最不忍忘川，并非长夜，而是破晓前好梦一瞬间。最不能忘却，并非流年，而是回眸的云烟。最不想留恋，并非人间，而是遇见你，划分这世界。最不应辜负，并非风月，而是待付的长远。关我什么事儿啊？哎，我说我莫名其妙躺枪哎，你们仙妖大战哎，干嘛要伤及无辜啊？无辜无辜，看见了吗？小桃，你醒啦？嗯你现在觉得怎么样了？没事了。你大早上在捣鼓什么呀？没什么，没什么，就是收拾一下桌子，清理垃圾。那我继续睡啦。哎，这位同学，你是？哦，老师，我旁听的。哦，是苗里同学啊，坐吧，坐吧。苗里同学的英语呢是非常好的，你们下课以后啊，学霸的待遇就是不同啊。你今天不是有课，怎么没去啊？我翘了。学霸也翘课啊？没事的，我随便看看书就会了。切，炫耀。苗学长，来我们低年级指导学习啊？哦，对了，如果你有什么问题的话，也可以来问我。谁有问题？学霸了不起？臭屁什么呀？啊？哎，忘了，明天的活动别忘了。哦，记着呢。
什么事啊？动漫社把你女朋友借我帮帮忙，姚学长，你不会介意吧？明天一早就完事儿。那结束我去接你。你再这样，我又得挂科了。没事，反正到时候我会帮你1对1补习的，放心。交友不慎。长老，听说湖主那边已经有动静了。湖主这些讨厌的家伙，鼻子倒还蛮灵的。你说长老把那姑娘也抓来干什么？不该问的别问，出了事儿咱们谁都担不起责任。去看看。王涵，王涵，走了，中计了。那我们改天再约啊。好的，好的，电话联系啊。再约，电话联系，拜拜拜拜。哎，怎么？啊。喝成这副德行，啊，这汪兰到底给这波男的下什么迷药了？一个个五迷三道，还有钱翩翩，居然会喜欢这么窝囊的。天哪，我一定是喝多了吧？什么？又让他给跑了？你们这群废物！属下无能。这只老狐狸，连幻阵都困不住他。看来几千年没白活。
少主怎么样了？少主，他还没有醒。出来吧，九尾。真没意思啊，小蚯蚓，你都跟那群老古董学傻了。你不好好的修炼，找我来这儿干嘛？当然是来找你打架的。每次打你也赢不了，这次我可不让你。我可没有让你让，有什么本事你就拿出来。服了吗，小蚯蚓？你服了吗？小气。所以你叫我过来是让我陪你玩的吗？谁让你陪我玩了呀？前几天啊，你们龙族又越界了，跑到我们涂山的地盘来闹事儿。我可警告你了，再有下次，我可真不客气了。少主，我们该动手了。白龙，你竟敢侵占我涂山！快放了我的族人！哎，九尾，冷静一点。你的族人们都很安全。我这么做，也是为了化解我们龙族、狐族多年的恩怨。你想如何化解？只要龙虎两族联姻，自然便可以化解干戈。龙族、狐族，自此便是一家人。联姻？你做梦！你分明是想借机吞并我们涂山！你……九尾，你可知道这么多年了，我心里一直都有你。只要你信守承诺，我可以答应你。我白龙定不负你。既然如此，那我赠你一件信物。这是我们狐族祖传的法物，我送与你，你可得好好保管。少主，你终于醒了。辛苦长老了，为解开我这困心锁，怕长老也是虚耗了不少功力吧。这么些年，倾我龙族全族之力，只为寻找到少主。只要少主能够醒来，哪怕付出我全族之力，也在所不惜。只可惜，这困心锁还未能取出，少主的法力还未能恢复，也是难为你们了。现在，少主回归，龙族复兴指日可待。少主，你可知道，我
们是怎么找到你的吗？九尾，没错，杀生石就快要出世了。属下已经查明，只要能够找到血影，就能有助少主取出困心锁。把她放了吧，一个无聊的女人而已。是，把她放了。我们准备把动漫社的这次互动活动作为本月的重点来宣传，所以硬照一定要照好。我们会把它做成宣传海报。今天的会就开到这里，你们再各自商量一下吧。你们校园电视台可真不长心啊，敢派你来指挥？别说别人，你怎么那么闲？我事情都做完了。再说了，这次我又不是主角。对了，汪澜怎么样？汪澜你就别操心了，倒是你啊，千峰你找到了没？但愿师傅这次回来能有好消息。要准备开始好吗？现在是校园广播活动时间，同学们，大家好！七夕节刚刚过去，大家期待已久的动漫社活动月活动现在正式开始。大家过得好吗？我是爱大家的白龙，我是助理小兰，大家好。我和我的小助理将进行这次的电台活动。这位 ID 为完全美貌的同学提问：我喜欢一个人很久了，但是一直没勇气告白，我该怎么办？这位同学的 ID 既然叫做完全美貌，那么应该是一位非常自信的同学。怎么会有这样的困扰呢？这倒说不好。虽然说也有少数人像我一样拥有绝对的美貌和自信，但是绝大多数人都是因为缺爱、缺钙，所以才变得中二的。说不定这位同学啊，就是因为缺什么，所以才打算叫什么。好了，我们回到提问上来。我个人觉得，如果真的那么喜欢一个人，就一定要大声地说出来。虽然说喜欢是从心底来的，但是不应该埋藏在心底。我也是最近才体会到，被人喜欢是件多么幸福的事。爱意只有传达出去了，才能让对方切实地感受到。所以我们不应该剥夺对方感知幸福的权利，大胆地将你的心意表达出去。我不同意。我有一个朋友，也喜欢一个人很久了，而且表白过不止一次，结果呢，他屡战屡败，屡败屡战，所以他心情特别不好，可偏偏又没有任何理由跟周围的人发火。所以说，如果你不能准确的明白对方的心意，或者你知道对方的心意不是你想知道那个样子，那干脆就别说。这个白龙又开始胡来。今天很开心能够跟大家一起交流，最后送上 IU 的这首《Good Day》，希望大家能够拥有一个美好的一天。今天辛苦了，我还有事，我先走。白龙，今天白龙这是怎么了？受什么刺激了？还是又犯病了？我哪知道？你不是跟他一个宿舍的吗？怎么你今天也怪怪的？我们先走一步，你们聊啊。走了走了。你们都完事了？嗯。哦，对了，我有个东西想要送给你。什么东西啊？
为什么要送这个啊？我看你脖子上一直戴一个吊饰，是你福利院小朋友送给你的，对吧？还不就是你啊？所以呢，我觉得我有必要再送你一个，让你一直戴着，顺便拴住你。拴住我？我又不是小狗，干嘛让你拴住？拴住你。这个呢，我就先帮你保管着。跟我在一起，不许你想别的男人。真是的，哪有吃自己醋的人呀？那我们走吧。啊。哇，苗大神开窍啦，送你礼物哎！哎，小狗形状，跟你很配哦。小姐，你怎么了？苗大神送你这么精心准备的礼物，你怎么好像一点都不高兴啊？他越是这样，我越是觉得对不起他。为什么这么说？苗大神对你好，你不应该高兴吗？你不开心、不接受，那才是对不起他吧。可是我已经决定要离开了，他的好，就像针刺在我心里一样。师傅已经回仙界调查了，也许能找到解决杀生石的线索呢。你不要这么灰心嘛。苗大神现在火力全开的对你好，你就应该好好享受这些幸福的时刻啊，这样不好吗？小桃，不说这些了，赶紧休息吧。哎，小桃子，找我啊？师叔，那个师傅他有消息了吗？哎，这是怎么了？小姐她心里一直都很苦闷，可是我什么都帮不了她。小桃子，师叔先跟你说了。这件事情啊，结果如何，真的很难说的，你做好有心理准备啊。你先回去吧，师叔有事。啊！哎，师叔！哎，等等。原来是你这个小月老。哎，老狐狸啊！嘴巴放尊重点，月老就月老，没有个小字的。你找我啊？什么事儿？我们让狐狸联系过你了，你干嘛不回应？最近比较忙，没时间理你。哎，你跟汪兰说的那些事，他都跟我们讲。你想化解杀生石救他，可你有没有想过，化解杀生石，实质妖心释放，人间会有场浩劫的。人间浩劫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那你知不知道，龙族的人已经追来这了，他们已经对汪兰出手过了。现在汪兰有危险，我们都想救他。既然这样，不如一起联手。龙族的当然是我们的敌人。
但是那也不代表着我要跟你们联手。老狐狸也是。我也没指望你们帮什么忙，别碍我的事儿就好。行囊很轻，却说去远行，背着一小片梦境和壮阔的心，擦肩而过几个背影，也路过几处风景，走啊走啊曾经，走啊走啊。你要在静谧森林，在喧嚣人群，收集着话语繁星，也细数叹息。谁的10岁不年轻，是一的荒唐的当你远行，空荡的行囊里藏下我姓名，天光短，人生长，常相望，常相望，走过的，留下的，是远方，是远方，路中央，梦中央，在流浪，在